行會決定公務員劃一加薪2%。當局表示，鑑於地緣政局不明朗，公共財政運用不宜鬆懈，對於公務員來年嘅薪酬調整幅度係咪符合公眾期望，相信市民心中自有一把尺。但一直被批評人人有份、看路保收嘅跳 point 制，當局建議引入俗稱 Line Curve 嘅常態分佈評級制，有公務員團體批評打擊士氣，擔心造成反效果。由於政府過去幾年冇跟市場調查去調整公務員薪酬，因此造成咗低層員工嘅起薪點同市場脫節。目前入職點幾年都維持喺15,180蚊，其實都影響咗年輕一代加入公務員行列嘅意欲。對於行政會議今日建議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% 嘅決定，我哋工聯作為基層公務員嘅代表，坦白講感到相當遺憾，亦都覺得呢個調整幅度係偏低嘅。過去幾年，同事們喺人手緊絀情況下，默默咁堅守崗位。工聯向局方提出過劃一加薪3% 嘅訴求。我哋認為3% 係一個能夠平衡政府財政，可以穩定基層同事嘅士氣，同時又追到通脹嘅合理平衡點。